歡迎翻嚟我嘅頻道，我係天河啊。咁啊，最近有啲兄弟問就話 SL 打法係點啊？咁其實可能好多高手都知㗎啦，或者你玩得耐嘅，其實可能你都知㗎啦。就主要係個 boss 出技嘅畫面啊，出緊技嘅畫面，一出嗰下你又要登出咯喎，唔好等佢有數字嘅時候先咁啊登出，然之後咁啊取消咗佢啦，咁啊再開翻入 game，咁佢就變翻第一個回合嗰時咁㗎啦。咁呢度我費事打咗場超級戰俾大家睇啦，咁你就睇翻以前啲片啦。咁樣大家記得係咯，記得有啲因為咧，譬如你打超流幾古樂咧，佢個出招技嗰個畫面好快啊，所以大家就小心啲啦。同埋有時其實我覺得最難頂係啲普攻，因為大家有時遇傷可能想慳道具有時就俾佢一下打埋你一掃數字咁就死鬼咗㗎啦。咁啊，大家留意下呢啲啦。SL 打法主要就係登出好似頭先咁樣取消嗰隻 game 再入翻嚟之後可能你食鬼或者用閻羅王頂咗佢咁樣啦。咁可能好多高手都知唔緊要我主要係講俾啲新手或者有啲唔係好清楚嘅兄弟，同埋呢一關大家記得打啦，就打嗰張山女超人2號力屬性嗰張日版好鬼衰，每日得嗰一關國際版好啲 show 晒出嚟，就係呢張我都未打，大家記得打啦，就係呢張。呢張呢，佢就會大幅減防同埋力屬性嘅黑布落嚟夾住嗰張無面大俠呢，咁就搞掂㗎啦。咁係咯，咁主要係講呢兩樣嘢啦。咁就話俾啲可能有啲新玩嘅兄弟想有啲知識就講一講俾你哋聽啦。咁係咯，大家記得密切留意我頻道，如果有啲新嘢就再介紹俾大家聽啦。咁記得訂閱我啦。好，講住咁多先，拜拜。